现在我们来看口语测验的口语表达题型。口语测验是要考验大家口语表达的能力，题型分为短篇与长篇两种。第一种短篇口语表达部分，大概用6到7句话来回答，准备的时间有30秒，要按照题目的指示用客语来回答问题。以这题为例，你想的每一推新的电脑，不过15啦，你运用版老不行业厂商。回答时要注意以下重点：1. 跟什么人讲； 2. 要讲什么事情； 3. 要怎么做； 4. 请求对方回应。运用以上重点步骤，我们可以这样回答：文勇啊，你每日要用电脑做样片，总係知道你要下嘅電腦太球咧，速度太慢咧。我想要買一台功能較強、速度較急嘅新電腦，不過假使有一些個，我手紅嘅15人做得先將我量完麼？量到嚴重將近，就連本代理翻本你做得麼？拜託啦，什麼？